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生活中嘛常常用会到。这日读做轻，考英轻第一条，读轻是读白音，轻的意思就是一个物件的四周围该箍起来部分。像讲门有门轻，目镜有目镜轻，啊那相片有相轻。这日文音读做空，意思就是甲物件主体箍起来，箍起来，咱就会当讲是空起来。另外，有你的物件四周围倒轻，会当讲是空边。也有一个意思，即用刀啊，再来这尖尖的物件，甲这个物件凹掉了后，咱讲是空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链轻，意思就是车链到链胎的铁轻。第二个词读做轻卡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词，意思就是样式，会当讲是先做一个轻卡，后壁再个照这个轻卡落去做。这个轻卡嘛有无啊意思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台湾有袂少专门做链轻的公司，真出名。有的是制作，有的是改装，有的是专门咧卖货。卡厝若是要生产，一般拢会先做一个轻卡。若是品质无问题，客户嘛满意，才会来大量生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轻，这是读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